阿爸母，遮晚恁哪还到袂困啊？无啦，我甲恁阿爸伫开讲呢。啊你咧，你哪遮尔转来？无啦，嘉明生日，我教大家做个庆祝，所以可以怎我转来。哦，你哪大家拢伫遮？无啊，都往准备去困啊，你嘛较早休困呢。奇怪，我嘛感觉阿爸最近心情敢若真郁卒安尼，但是什么情形啊？挥手！挥手！你是鬼话啊！我惊死哦！你！小心点呢，你要串毒哦，用得到的，安怎厉害无？哦，厉害，足够呀！金棒啦！哦，歹势。哎呦，我代志要找你啊！你较等哦，陪我去试探一下。是啊，拄好来就对啊，莫遐济啊。这两个西孔我想不起来比啥吧？继续，天宝，怎么了？是不是有黑龙的下落？不是啊，是我姐。哎，她怎么了？她因为要出来找你，我爸不准，结果被我爸打个半死。怎么会这样？我要去找他。哎，你不怕被我爸打死啊？有什么好怕的？你姐都这样为我牺牲了，就算被你爸打死，我也见他一面。很好，等一下你就抱着这种必死的决心去我家就对了。哎，刚刚啊是在测试朵姐的心意，所以我是骗你的。测试我？骗我的？很好玩吗？吓死我了！怎么了？开这种玩笑？要我去你家干嘛？如果你不这样做的话，你怎么去改变我爸这个老故事啊？哎，我跟你说，你不要看我爸这样小小的一个个子，哎，脾气大得很。他只要脾气上来，谁都挡不了。你们说的对，我早就要该面对。加油，大哥！无论是事业、爱情，我陈天宝、阿义啊，还有你赵一仙，你们三个一定要互相鼓励、互相扶持。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不要叫我本名。哎呀，反正这边又没有人，你怕什么啊？对吧，阿义啊？赵一仙。哎呦，这名那熟悉。都迄个赵老师的囝。哎，这事真的很重要，不管有人没人，以后不能叫我本名，知道吗？好，既然你有决心，剩下的包在我身上。谢和兄弟，为了碧云，我一定会面对。